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2天，3月29日。題目：重重困境下的堅信。亞伯蘭帶着他的妻子撒萊和侄兒羅得，都帶往迦南地去。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，說：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。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。創世記12章第5至7節。如果係你被呼召離開偶像之地，前往神所命定嘅應許之地，你會期待嗰度嘅百姓亦敬拜耶和華嗎？從嗰個時代嘅眼光睇，每個地區都有自己嘅守護神。若係神召喚自己前往嗰個地方，自然會認為嗰度係神嘅領域，嗰度亦必然有耶和華嘅敬拜。然而，亞伯蘭卻大大失望。迦南人唔認識耶和華，更無人指望耶和華嘅庇佑，當地領袖亦冇獲得神嘅揀選，敬拜嘅地方更係完全唔存在。呢個就係上主應許之地嗎？亞伯蘭心中有冇動搖呢？聖經未曾明言，但提到佢兩度築壇，仍然堅持對耶和華嘅信仰。點知呢個時候只係個開始，考驗先啱啱來臨。那地遭遇饑荒，因饑荒甚大，亞伯蘭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裏暫居。創世記12章第10節。迦南唔係應許之地嗎？耶和華嘅庇佑之地點會爆發大饑荒呢？佢長途跋涉嚟到此地，但見到乾旱遍野，食物匱乏，難以謀生。上主啊，呢個應許之地點解如此荒蕪？耶和華仍然掌管呢片土地嗎？若換作係你，信仰會唔會因此而動搖呢？亞伯蘭被逼南下埃及尋求庇護，難道埃及嘅神靈比耶和華更強大嗎？重重挫折下，亞伯蘭嘅信念依舊如初，呢份堅毅嘅信念點令人唔敬佩？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亞伯蘭內心對迦南地嘅想象與眼前嘅實況相距真係太大了。喺呢一連串嘅考驗中，亞伯蘭嘅反應如何呢？佢有抱怨過嗎？佢係點樣達到咁嘅信心呢？第二，回望你嘅人生，亦曾經歷過挫敗與灰心嗎？又或者有一啲心願，久力禱告仲未有回應呢？你點樣看待咁樣嘅經歷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教導我何謂堅強嘅信心，指引我行走喺信心之路上，逐步向你靠近，讓我得以克服呢個世上嘅試煉與困難。阿門。